收听12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彼得后书的第1章，认识神以预备。在这个主题里面，认识神，而且认识神以预备。神以预备，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将你信耶稣之后应该如何来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知识、是经历、是恩赐，他都已经为你预备。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彼得后书一开始说的。为什么一开始这么说呢？因为当时这个作者彼得很有可能是一个像临别赠言，或者是留下遗言。他知道时间不多了，所以要让信主的人知道，在他们之后在这一群第一代他们见证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会有人对他们所经历到的这个见证提出质疑，甚至会有当时就是有人说是这个诺斯底主义，就是会有其他不同的想法来去诠释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变成是异端或者是异教。所以彼得在这里很重要的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们信耶稣之后，什么是信耶稣的生活，在这一切需要的知识上，或者是需要的经验上，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让我们有这个恩赐，也就是有这个能力来活出敬虔的生活。所以今天的金句彼得后书1章5到7节才说，为了这缘故，你们要尽心，在信心上加上美德，在美德上加上知识，知识要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手足之爱，手足之爱加上博爱。这就是你们应该培养的品德。如果你们都具备了，你们就会更积极、更有效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在这里讲的认识，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是一个全人身心，好像认识到一个程度。如果用希伯来文的解释，就是男生跟女生发生关系那种亲密的程度，那种彼此深度认识的程度，那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啊。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彼得一开始就说，这些一起同样分享宝贵信仰的人，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神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让我们来认识他。而我们愿意来认识吗？还是我们信主之后，但我们却在生活上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跟认识主耶稣需要过敬虔生活的内容没有关系。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不是再去寻求一个好像自己很高尚或很特别的一个状态，而是他在讲，当信耶稣之后，其实开始就会面对挑战啊。彼得自己就是那个面对挑战的，他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就像今天的经文有特别讲到的，他特别讲他们一起上到山上，在那个山上，耶稣向他们显现。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彼得回答什么吗？彼得回答说，我希望就在这里建3座棚子，我们就待在这山上吧。然而耶稣的心意，这个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彰显，不是为了要只是停留在荣耀，而是他要下山，要为人走那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是彼得他亲身经历到的。而在彼得后书，他也用他亲身的经历，跟随了这段过程，跟他的心得，在做见证说，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相信之后是需要加上美德的，是需要加上知识的，是需要再加上节制的，加上忍耐的，加上敬虔的，加上手足之爱，加上博爱。从个人的生命开始，因着信心，很多原来不美善的事情都开始转化了。然而除了美善的心之外，还要有知识，而这里的知识就是我们知道的，平常知道这个知识是有见识的。我们的信仰是需要有见识的，而不是停留在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面对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世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
福音不变，但传福音的方式要改变了。在讲的就是这个，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转变我们做的方式。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就会需要有见识，也在见识中要有节制，知道那个上帝的时机，知道那个上帝要你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然后节制加上忍耐，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真的会为福音受苦，会为福音受逼迫。因为当你想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人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要以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来跟他对话。如果是凭着自己的本性，凭着自己的喜好，我们大概都不需要忍耐。然而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要跟人分享耶稣基督，要让人来遇见神，很多时候是需要学习忍耐。而让我们忍耐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活出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不是说好像我就是高大上，我比较厉害，我比较虔诚，而是敬虔的生活它表达在我们如何与周遭的人彼此相爱，甚至从有关系的这样的，譬如说兄弟姐妹手足之爱，上面写的是手足之爱，或者是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爱，甚至家庭的这样的爱，到一个程度是对众人我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爱来去回应。所以彼得说，如果我们这样去相信，这样去操练，这样去努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积极的来认识这位主耶稣，以至于我们不会受洗之后，我们只是及格，然后我们就怎样立刻沉沦，过得就像没有信耶稣一样的生活。所以他说，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是更要努力使上帝的呼召拣选成为我们永久的经验。可能20年前受呼召受拣选，可20年后我们仍然有在这个呼召跟拣选里面吗？这是我们这个世代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年龄层、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会被挑战的事。所以彼得再一次的提醒，也再次的鼓励每一个信主同享福音宝贵信仰的人，他告诉大家，他们所经历那一代所经历到的事不是捏造的。在当时很流行一个叫诺斯底主义的，他强调只有少数的人可以拥有真正的知识，而且因为受到二元文化二元论的影响，他们在肉体跟灵性上好像会把它分得很开，以至于有一些人就是禁欲，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随意的放纵，因为肉体不是结果，结果是灵魂，灵魂更是重要。然而在这里彼得也提醒，不是哪一个特别重要，是一个全人身心都在认识神已为我们预备那够用的恩典，认识神已为我们预备这信仰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然而我们也在这当中更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他最后说，我们对先知所宣布的信息更加确信，你们要好好留意这信息，它像一盏灯照耀黑暗的地方，直到天亮，到晨星在你们心中发出光辉的那一天。他在讲什么？他在说，我们对先知所说的信息，不论是旧约的先知，或是到如今他们读彼得后书，他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信息。这个信息不是自己解释自己对，而是要明白是圣灵的感动，使上帝的信息借着这些管道，借着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出。而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有好像领受特殊性去讲而已，更多的是我们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去查验，不断去操练，不断去认识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次来思想，常常我们会说上帝为我们预备，他为我们预备，我们对这句话的认识是什么？
很多的时候是在我们跟随的路途上，当我们启动开始行动，上帝的预备就在行动中一一的向我们显明。然而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知识上的认识，我知道上帝会预备啦，我知道上帝会帮助我，我知道上帝会拯救，然而我们的生命没有去投入去行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经历到，甚至我们会以为上帝没有预备。然而另外一个问题也同时出现，当我们说我们要行动去经历到上帝的预备的时候，是我们在这个行动中，我们希望上帝预备是我想要的吗？还是我需要的？如果上帝认为你要的，他为你预备的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我想今天的金句会成为我们很好的帮助。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在生命当中因着相信耶稣跟随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经历到他的预备，也会不断的经历到他的修剪，更是会不断的认识他的爱原来是这么的广，这么的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使徒彼得在新约书信当中，不论是四福音或是今天的彼得后书，我们都看见一个人，他相信你，他跟随你，他曾经跌倒软弱，然而又为主刚强，因着圣灵的带领，赏赐他从属天来的能力，更是在他即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留下彼得后书，是为了要祝福今天每一位读者在读这一卷书信的时候，再次透过他生命的见证，我们的生命也被激励。没有一个人是真的信主就完全了，然后我们都在信主的路上，因着主你的带领，因着主你的预备，你预备我们够用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这短短的一生可以成为见证主你荣耀的器皿。求主你带领我们，就在今天，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可能正面临许多的需要，求主让我们领受从你来的信心，我们就启动，我们就行动，我们就来经历在你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一切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